一包一包的画作当中的创作，拢是台人知名的庙宇甲古迹，加上符合特色的书法，让整个作品呈现了书中有画、画中有书的意象。这届的展览是由着知名的艺术家王海峰甲伊的学生罗慧两位老师共同举办的古籍书画展。因为伫朋友的传领之下，让王海峰老师感受到台南的水，加上因遮台南建成400年，两位艺术家也共同透过因的作品来保留遮的古迹风景，希望让更较侪人会使了解到台南的水。现在也伫市府2楼举办展览，邀请市民朋友做伙来欣赏遮的作品。我长期是在画西画，画油画、水彩粉彩等等所以比较接触的比较西画这一次呢来到台南叫朋友跟我介绍台南的那个古迹相当多希望我能够画台南的古迹他们带着我到处去参观，看了之后，确实台南是一个文化底蕴相当浓厚的古都所以它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了我从去年就开始写生创作希望把这么美好的中国的我们这文化艺术能够让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人都认识。这一次在市政府展览的作品呢，都是以台南的古迹为主，总共14个主题。那从我们台南的赤坎楼，大家耳熟能详的武庙、天后宫、安平古堡，那都在王海峰大师的画下，然后做一个呈现。那搭配每一幅画作都有一幅我的书法作品。那书法作品里面的内容讲的就是那个古迹里面的文化历史。那这些都是台南的国宝，那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资产。这届展出的55件作品，除了有古迹，也有真侪是台南的庙宇，所以真侪庙方的代表也拢到场见证，欣赏老师精彩的作品。也因为这届展览是伫市府当中举办，所以要来看展的民众嘛要遵守防疫的规定。喜爱台南古迹，也就是庙宇甲书法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场精彩的展览。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